我哋即第三行，拎出個扣，穿第二行第一個針位，記得，你係織緊第三行第一個針位，所以要勾返個扣，證明呢一個係第一針，第三行嘅第一針。然後下一個針位要織兩針，呢個係第一個針位啦。下一個針位呢度穿入去，掹出，再穿一個圈，再拉出，同一個針位再織多針，呢個叫加針。下一個針位織一針，再下一個針位加針，同一個針位再織多一個短針，就叫加針。再下一個一針，再下一個加針，下一個一針，加針，記住會有呢個情況，條線好似棘住咗咁。記住撳實個冬甩，然後見唔見到有兩條線啊？佢拉住咗喎。咁咧，將面嗰條線再穿入去，咁就冇事㗎喇。因為呢條線穿唔到，所以變咗頭先棘住咗。你要再前面嗰條線再穿 cover 後面嗰條線，咁就冇事㗎喇。好啦，呢個係加針，下一個係一針。兩針，呢個位再加多針，下一個一針。兩針，一針，
最尾兩針加針，即係叫加針。打斜圈，打斜圈，同一個針位再織多針，咁就完成第三行啦。我哋數下，呢個係第三行嘅第一針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長長嘅線，21針第三行。